主后2025年7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倒记带来受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上卷》18章第60到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18章。大卫拍死歌利亚倒来的时，所有的妇女对以色列逐个城市装饰出来，唱歌跳舞，拍玲珑鼓、大琴奏乐来迎接扫罗王。遐个妇女跳舞，有诶唱有诶应，讲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非常生气，无欢喜即个话，就讲将万万互大卫，千千互我，剩王位还袂互伊拿定。对迄日起，扫罗看到大卫就甲伊认。隔日，对上帝遐来的歹神完全控制扫罗，伊就伫厝内开始乱讲话。大卫照常用手弹琴，扫罗手呢有举枪，就甲迄支枪射去，想讲我要甲大卫射头家，甲伊钉伫壁呢。大卫有2遍闪开。扫罗惊大卫，因为上主离开伊，甲大卫同在。因为安尼，扫罗互大卫离开，派伊指挥1000个兵，大卫就做头领导军队。大卫所做的代志拢成功，因为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看到大卫所做的代志拢成功，就搁较惊伊。毋过，以色列人甲犹大的人民拢拥护大卫，因为伊拢做头领导。扫罗甲大卫讲：“我的大查某囝米拉互你做某，毋过你着做我阵中的勇士，为上主交战。”扫罗心内想：我毋通亲手害伊，着借非利士人的刀，互伊死。大卫甲扫罗讲：“我算甚物？我有甚物身份？我的家族伫以色列中算甚物？我哪有资格通做王的囝婿？”扫罗的查某囝米拉应该甲大卫成亲的时到，扫罗竟然将伊互米荷拉人亚得列做某。扫罗另外一个查某囝米甲爱大卫，有人甲扫罗讲，扫罗听了真欢喜。扫罗心内讲：我将即个查某囝嫁互伊做罗网，通借非利士人的手害死大卫。扫罗第2遍甲大卫讲：你通做我的囝婿。扫罗就吩咐人臣讲：恁私下甲大卫讲，王真喜意你，人臣嘛真爱你，安尼你通做王的囝婿。扫罗的人臣将这话讲互大卫听，大卫讲：恁想做王的囝婿减是小事，我不过是丧香卑微的人。扫罗的人臣将大卫所讲的甲伊回复。扫罗讲：恁着甲大卫讲，王无爱甚物聘礼，只有爱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，通替王甲对敌报复。扫罗的企图是要互大卫死伫非利士人的手下。扫罗的人臣将这话甲大卫讲，大卫就愿意做王的囝婿。指定的日期到以前，大卫带部下去杀死200个非利士人。大卫将遐个包皮全数献互王，通做王的囝婿。扫罗就将查某囝米甲互大卫做某。扫罗看出上主甲大卫同在，
搁知查某囝米甲嘛爱大笔，索罗就搁较惊大笔，规世人甲大笔作对。菲利斯的首领常常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逐遍交战，大笔的战果拢比索罗的官长较辉煌，大笔的名声愈来愈响。妒忌带来仇恨，人时常因为无小心就跋入去妒忌的罗网。无论什么团体，妒忌拢是一个杀手。就算伫信仰的群体中，也袂当幸免。妒忌会造成信徒之间袂通和睦相处，带予教会真大的伤害。大笔凯旋转来一时，受到城内众人爱戴欢迎，妇女搁较是唱歌跳舞得讲，索罗大师清清，大笔大师慢慢。前所未有的胜利欢呼，伫索罗听来显得特别长耳。对初常被称赞滋味的大笔来讲，受高举无义务也是一大试炼。不过，一个下主心意的人，心内幽怨、柔和谦卑，大笔敬畏上主，所以众人的称赞并无对伊造成影响。其实，上主早就透过先知撒母耳对索罗讲，伊的王朝袂久长，因为伊无听叹上主，所以上主要找合伊心意的人，互迄个人来做伊子民的统治者。总是一个充满私心、握有大权的人，怎肯将王位让予别人呢？一个明白上主心意的人，应该会了解，做王不过是受上主托付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是为着上主的荣耀。这时的索罗本应该甲城内众人做伙欢乐，做伙学乐大笔才对。总是当索罗看到大笔互上主兴起，搁危及家己的地位的时，心中产生莫名的妒忌，就亲像少的共款，伫厝内胡乱讲话碎碎念。当大笔甲往常共款为索罗弹捌琴的时，索罗一支枪就对准大笔弹去，等两遍拢互大笔闪过。这是偌尔可怕的心态。妒忌一个人到极点，甚至去杀人的念头，可见心思意念会影响人的行为。索罗为了维护家己的王位，持续使用恶毒的手段要谋害大笔，只要会当杀死大笔，伊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。索罗大圣是伫心内妒忌大笔，接续是一连串阴谋的动作。当索罗知影伊的第二查某囝米甲爱着大笔的时，佮利用查某囝做字，要看大笔一步一步上吊。索罗爱大笔交出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做聘礼，掠做通借刀杀人。透过非利士人的手杀死大笔，大笔却杀死另备200个非利士人，取因的包皮交予索罗。索罗的阴谋毋但失败，也有大笔得到一位疼伊的某，人的诡计失算，反倒成就上主的美意。今日的经文教示咱，爱咱知影谦卑，毋通妒忌。当咱处点上位的时，搁较着亲近上主，因为一切拢是伊所赐。当咱看到别人搁较有能力的时，爱带着欣赏的眼光，甲因祝福，千万毋通互撒旦甲
妒忌的种子，保证伫咱的心中，勉励亲像扫罗共款，充满仇恨，变甲疯狂。我是毋是时常将家己的心放伫圣神面前，反省家己的内心世界，是毋是下伫上主的心意？我是毋是时常将家己的心放伫圣神面前，反省家己的内心世界，是毋是下伫上主的心意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互我拥有清气的心，通好，互我见证你国度的荣耀。无论伫任何环境中，求你互我学会晓谦卑，互我会当欣赏别人的优点，毋是妒忌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